5月中，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出舞台剧《唱话》，是讲画家陈定波的牵手张哲的故事。陈定波伫2礼拜事件互庆杀，加在伊的太太甲话拢藏起来，咱才有通看到遮伟大的作品哦。陈定波的孙仔是讲，伊阿嬷真无简单，真伟大，所以希望透过戏剧，甲阿嬷的故事讲互大家了解。两个庆纲是章节伊最主要的控诉。这场陈定波围剿，真侪人知影，无注意看，袂去发现茶帮后壁有一个人徛伫遐，迄个人就是陈定波的牵手张哲。这张相片嘛是陈定波第一时间互人庆祝了后，张哲找得影师专工来翕的。迄个年代的女性，我伫阮阿嬷看到是讲，伊无啥咧讲，但是你伫伊的边，你知影讲，伊逐项代志拢拍算好啊，吼。毋是你轻易拄到一个无共款的变化，就当改变伊的心情。陈立碧立显的这本新岛顶的自画像，内底就有写着张哲安怎面对家变了后，将红色物件，包括文献、图、笔记等万挂件物件藏起来，因有藏，互陈定波的作品通保存落来。不过陈立碧讲，阿嬷的故事煞无啥人知，伊希望外界嘛会当知影阿嬷的故事，才会甲编剧施如峰合作，创画这出舞台剧。讲我伫伊的身躯顶看到阮阿嬷迄款影子。哦，因两个共款有一款足想要甲做好，哦，啊拍算好，伊就点点啊去做。陈立碧讲，施如峰编的总话，嘛是经过10多冬的时间，伊感觉甲张哲有同款的坚持。伊表示，伊自细汉就甲阿嬷相亲，但落尾阿嬷煞甲阿公的物件，拢敢若分互查某囡仔。后来才知影，因为嫁出去是寡姓，阿嬷想要互搁较侪人知影陈定波的代志，对逐项代志拢按算好，这就是伊的阿嬷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